睇流行都市。香港女性咧最常患嘅癌症咧就係乳癌啊。咁喺2018年咧，香港女性咧個患上乳癌嘅新增個案咧超過4500宗喎。係啊，呢個乳癌咧其實佢嘅致命率咧都係唔低嘅喎，因為佢係僅次於呢一個肺癌啦同埋大腸癌嘅致命癌症嚟㗎。係啊，唔好以為咧唔關呢個男士嘅事嚇，男士一樣有機會咧係患上嘅，所以就住呢個話題咧，我哋請嚟係專長喺呢個婦科範疇嘅關富健博士咧，同大家講下嘅。關博士你好，請坐請坐。請坐。喂，關博士係中醫嚟嘅喎，乳癌係咪應該問西醫啦？你聽下關博士講下先啦。關㗎都關我事㗎，因為而家好多嗰啲癌症治療咧都會加入中藥嘅治療方案嘅。咁喺產生協同效應嗰時咧，令到患者得到再好啲效果嘅。係咪咧？我都話㗎啦嚇。不過我想知咧，其實咧乳癌呢樣嘢咧係關呢個嘅遺傳嘅事啊，定係後天去誘發出嚟嘅咧？係啊，其實遺傳咧同埋唔遺傳嘅因素咧都好重要嘅。譬如遺傳因素嚟講咧，我哋叫做咧無法改變嘅因素嘅。譬如包括年齡啦、家族史啦、遺傳嘅體格啦、提早嚟月經咧，或者好遲都未收經嘅人啦。咁乳癌嘅個人病史啦，同埋一啲咧關於乳房裏邊病變嘅疾病咧，都屬於係無法改變因素嚟嘅。至於咧有一啲係可以改變嘅喎，譬如咧35歲前咧好生小朋友啦，呢啲就係可以改變嘅因素嚟嘅。哇，35歲前冇生過 BB 嘅女人好多嘅喎。係咯，黎姿玲都係屬於遲婚嗰類㗎，我相信。唔單止嘅，仲有嘅，即係35歲前要生 BB 咧，咁又包括埋要餵奶啦。另外咧就係30歲之前咧曾經接受過一啲荷爾蒙治療啦，或者去做放射性治療啦，呢啲都係可以改變因素嚟嘅。再其他咧就係食煙啊、飲酒啊、精神壓力呢一啲啦，呢一啲只要控制得好咧，都可以減低乳癌復發嘅風險嘅。OK， 咁男士嘅風險又係點樣咧？係咯，男士都有喎。即係跟2018年嘅研究統計咧，其實4600幾個女仔咧，先得27個係男仔嚟嘅。即係男仔相對低啲嘅。係。咁如果食得多嗰啲雌激素食物，例如啲咩豆腐啊、大豆啊、豆漿，係咪就會增加佢患乳癌嘅風險咧？其實都係嘅，因為好多女仔貪靚咧，好中意食一啲豆類嘅食物啦，諗住增加植物嘅雌激素啦。其實嗰啲嘢咧就唔可以每日去補充嘅。咁你但係又唔係話0同100個關係嘅，即係你可以食，不過就唔係每日咁都食咯。咁你女性啊，又遲婚啦，跟住又少做運動啦，咁啊呢啲咁實患上機會好高嘅喎。咁因為有份新嘅資料報告咧，好似志文都做過啲 search。冇錯嗱，我係揾定啲資料嘅，根據咧即係香港個乳癌資料庫裏邊第12號嘅報告資料顯示咧，都幾新㗎嚇。咁啊當中有一啲共同嘅高危因素嘅，包括有超過7成咧係缺乏運動啦，咁啊超過6成咧係未有餵哺過母乳嘅，近呢個4成咧係有超重啦、肥胖啦，咁啊超過呢個3成咧係高度嘅精神壓力上面啦，咁啊同埋咧接近3成咧係冇生育過嘅。但係減低咧患上乳癌嘅風險咧，中醫可以點樣幫到手咧？其實除咗咧極高嘅遺傳性之外咧，中醫咧就會較集中咧喺改善個體格嗰方面嘅，包括生活習慣啦、飲食習慣啦呢一啲改變啦，以達到咧中醫我哋傳統講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嗰一套嘅理論嘅。咁但係而家中醫咧亦都好主張啲婦女咧，盡量去做多一啲檢查，包括自我嘅檢查啦，用一啲現代嘅儀器啦，包括 X-ray 嘅檢查啦、超聲波嘅監測啦，咁我哋都可以發現到好早期嘅乳癌症狀嘅。咁如果單純喺 X-ray 嘅檢測底下咧，都可以降低2成半到3成咧嘅死亡率嘅。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即係一啲自我嘅檢查咧，譬如女士去做嘅時候咧，要特別注意邊啲部位可能出現硬化嘅機會會大啲咧？咁咧喺我哋嘅左邊腋下或者右邊嘅腋下裏邊咧，呢啲都係高發位置嚟嘅。呢啲譬如左同右咁樣嘅區別啦，喺左右裏邊咧，佢都差唔多達到48到50% 咧，呢啲係高發點嚟嘅。所以喺檢查嘅時候咧，特別要留意住腋下呢啲位置。我哋可以舉高手咧，用按壓方法睇下佢有冇硬化嘅。明白。其次咧就係內側啦。你見到上邊嘅內側咧，呢啲都係高發點嚟嘅，佢大概係18% 左右啦。而其他位置咧就由4% 到10% 左右不等啦。咁男士咧嗰個風險係點樣，同埋點檢查咧？因為嗰個基數咧比較少啊，你見到好似2018咪得27個男仔有嘅，所以呢個統計咧冇正式出過嚟嘅。但係都係差唔多嘅檢查方法啦。咁除咗啲有啲硬塊之外，點樣見到佢啲病徵係咩咧？呢個問得好，因為佢裏邊咧有好多我哋日常見咧都容易發現嘅，譬如喺乳頭位置裏邊會有橙皮紋啦，喺我哋嘅酒窩位置咧，譬如呢塊板嗰度，你會見到有2個凹陷處，咁嗰2個凹陷處咧通常會係啦，嗰個叫做酒窩樣嘅凹陷啦，同埋會發現硬塊啦，
咁乳頭中間咧會出血啦。仲有其次一啲位咧，有人會發覺摸到佢疼痛，但係呢個就比較少嘅，所以唔痛仲驚啲嘅。係啦，關博士其實好多時候而家就講緊中西治療法啦，但係中西咁樣用藥會唔會有相衝啊、相撞咁樣嘅咧？喺在我看來呢，其實喺中西醫嘅治療當中呢，係互補不足嘅。如果能夠妥善地處理好兩種療法加入患者身上呢，絕對係1+1大過2嘅一種效果嚟嘅。因為而家個難點係在於咩呢？用中西藥就係因為兩種藥呢，同時會使用患者嘅肝臟呢去進行分解，又或者去利用嘅。咁而家擔心嘅呢，就係患者嘅肝呢能唔能夠處理兩種藥。咁但係如果有經驗嘅中西醫呢，佢哋都會可以掌握到個藥性，針對患者喺唔同階段裏邊呢去使用中西藥並行治療嘅。咁而家就係現時呢個方案啦。但係因為呢個係一個複雜嘅問題嚟嘅，我哋就唔可以話透過簡單嘅臨床1期或者3期呢，完完全全解釋到呢個答案嘅。暫時都要係大家坐埋一齊制定個方案，去針對單一嘅患者先可以配合治療啦。咁喺中醫方面可以點樣幫到佢啊？係啦，現時中醫嘅主力嗰方面呢，都係針對患者，尤其喺電療啦、化療啦或者荷爾蒙療法用藥嗰陣時呢嘅一啲副作用啊，包括患者產生潮熱啦、嘔吐啦、夜晚出汗啦、失眠啦，同埋一啲治療方面嘅疼痛，即係喺有時治療方面呢，佢就會產生好多痛症出現咧，呢啲都係中醫針對點嚟嘅。亦都有其他嗰啲患者咧會出現咗失眠啊、焦慮感好重啊，呢啲咧就可以配合用中醫針灸嘅方法咧，可以有效地舒緩到呢啲症狀嘅。以美國為例啦，咁佢哋係廣泛地使用針灸咧，亦都有好多文獻嘅顯示咧，佢係可以大量減低患者咧喺接受西方治療方面嘅疼痛同埋失眠嗰個症狀嘅。我聽人哋講咧，乳癌都會有機會復發嘅喎，會唔會嚴重咗，或者係點樣可以減低佢嘅復發率咧？其實復發嘅人咧都有唔少嘅。但係你要喺適當嘅治療底下咧，先至可以減低個乳癌復發率啦。包括我哋個生活習慣改變啦、飲食習慣啦，都需要去調節嘅。譬如喺中醫藥嘅利用咧，喺西方就用針灸比較多啦。但係我哋華人社會本身就係用中藥多噶嘛。咁有一系列嘅中藥咧，都可以減低喺患者乳癌其後嗰個恢復體力啊、瞓唔到覺嗰種症狀嘅。例如帶嚟咧有香砂6君子湯咧，呢個都係可以自己買嚟攞嚟服用嘅。咁其次一啲咧係屬於攻擊型嘅中藥嘅，咁譬如半枝蓮啊、鬼箭魚啊、山慈菇啊、黃連啊，呢一系列咧都係屬於一啲中藥要合適嘅配方底下開出嘅，就唔係自己攞嚟煲嘅。喺針灸嗰度嘅利用咧，亦都係好好用嘅。譬如瞓唔到覺咧，我哋可以喺手部嘅穴位咧針神門穴。如果仲係出現經常嘔吐咧，仲有一個內關穴可以選擇嚟用嘅。關博士，我想知嗰個湯水咧係我接受咗治療之後出現咗不適就可以飲啦，定係喺第幾期開始飲呢？其實佢喺唔同嘅期數咧，有部分嘅患者都會出現咧體力減少啦、成身軟晒啦、又肚屙啦、冇胃口食嘢嘅。咁呢個湯水咧係屬於一個基礎配方嚟嘅，就叫做香砂6君子湯嘛。係。咁佢組成嘅部分咧，裏邊咧我哋帶啲藥材有黨參、白術、茯苓、甘草。亦有配合生薑啦、大棗啦、木香啦、砂仁啦、陳皮啦呢一啲材料咧，去加減使用嘅。哦，咁我要飲幾耐咧？定係飲到冇咗嗰啲症狀就可以停咧？因為呢個湯水咧係相對溫和嘅，佢如果飲到咧，一般個效果就係出現咗佢啲大便會實淨翻啊，開始開翻個脾胃想食嘢啊，咁就即係佢個治療期間都好長嘅，咁就睇下佢有幾長嘅治療期，你喺裏邊咧去插入點去使用啦。係，只要你頭先提過，好似喺嗰個湯水嘅料隔離嗰啲中藥咧，就唔係立亂可以自己買嚟服用啦。係啦，佢就跟中醫去講啦。有一定嘅配方咧，跟藥典裏邊係有個使用範圍嘅。自己買嚟煲咧係好難去做一個湯水嘅。明白。咁其實我哋喺生活啊，又或者飲食上邊啊，患者有啲咩特別要留意咧？尤其是咧係一啲奶製品啦，同埋肉類咧，喺我哋改變咗即係個生活譜裏邊咧，一定要將呢啲嘢減少啦。尤其是全脂奶就唔可以成日飲嘅。咁再有一啲咧抗氧化嘅食物咧，例如帶嚟嘅西蘭花啦、椰菜花啦。藍莓啊、士多啤梨啊呢啲水果啦，有一啲咧係減低咗雌激素嘅生成咧，有杏仁啦同埋合桃嘅。另外一啲全穀嘅包啦同埋綠茶咧，都可以增加身體抗氧化嘅能力嘅。即係一般人嘅時候，我哋甚至係可以食多啲呢啲嘅。
係啦，你就會選擇多一啲呢一類嘅食物啦。另外仲要調控咧係為免佢翻發啦，精神壓力就好似你頭先所個報告咁樣樣，一定要大大改變咗個生活習慣，先可以面對住佢復發期嗰個或者翻發嗰個機會啊。情緒對於呢個病嗰個影響又大唔大咧？其實呢個大啊，正如好似你睇到嗰個報告當中啦，運動咧。就因為可能運動可以減低咗嗰個焦慮啊壓力嗰啲嘢啦，咁但係因為運動嘅70%半人以上咧，每個禮拜少過3個鐘頭運動咧就會產生噶啦。但係運動亦都可以同時減低個焦慮感噶喎。如果你發覺嗰30幾人咧，佢工作嘅時間超過一半以上係承受住壓力嘅咧，咁呢個就係暴露喺乳癌嘅風險啦。但係呢個係預防啫，但係我已經患咗呢個病嘅話，我運動有冇協助到咧？喺做運動方面咧，我哋都要達標嘅。譬如喺體重 BMI 控制方面咧，最好就維持住喺18.5到23之間，咁先至可以叫達標做運動咯。因為其後嘅復發率咧都係要兼顧嘅嘢嚟嘅。譬如喺西方嘅治療，我哋會監測5到10年嘅。咁喺呢個10年裏邊嘅改變咧，睇嚟都要改變生活習慣先得啦。不過我都見到好多啲朋友嘅個案咧，咁佢哋咧如果生活上協調嘅話咧，個復發機會率咧都大大減低嘅。呢個絕對係啦，即係無論係生活上嘅。喺個報告上你見到所羅列嗰啲風險因素咧，你一定要喺嗰度着手裏邊，先至可以有效預防到嘅。如果你係好似以前咁樣，又係高脂飲食啦，停經後又係繼續肥胖啦，咁有好多嗰啲精神壓力咧，似乎都係唔係好得啦。所以咩病都好，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冇錯。咁樣今日咧，多謝關博士咁詳細講解啦。咁如果大家有咩疑問啊，可以問咧自己嘅相熟嘅註冊中醫師咧，或者其他嘅相關嘅專業人士嘅。